係431中心電視台，開開心心天氣報告。你哋好，我係何燕瑩。今日係2009年11月12日。今日天氣有幾陣雨，最高溫度25度，最低溫度21度，紫外線指數3，強度屬於中等，空氣污染指數中等。我哋一齊睇下天氣，小朋友啊！聽日天氣涼返啲啦，小朋友記得着多一件衫啊！天氣報告完畢。